三级。嘟嘟让上海界七七五下，进入个海港村台上献卖，不论上海卖深海界、浅海界，或者热上界、肉界，天底下了一袋摆好界五货，差唔多乜界海产都有。不过呢蔬菜可能唔係人講界有名五時倉，佢係位在苗栗中南界兩鳳五港。第四部海岸呢，大部兩鳳五港雖然是係一隻細細嘅海港。不過因為另外海部分也有前多嘅海產啦五類，所以當人當日都會來到呢一位當來買魚。所有现在你像说，如果说10月、11月份的话，就是乌鱼。好，然后再来就是花枝。那现在的话就是杂鱼比较多，就是有一些黑鲷，然后下期啦。既然五貨量易多，為咗服務當日出海做魚嘅五面，韓國賣魚嘅生意人，公開澎賣就變作天作作業。喺呢一位又係苗栗人，唯一有澎賣嘅五港。澎賣市場地圖，五會引人台上獻價，希望將五面嘅辛苦換作現金。喺呢一圈目珠當當，可能澎賣幹嘅人，真係講起地圖，能一隻重要出圈。呢圈重啟為五面賣魚嘅合作廠商，所以當日澎賣時間一到，看到價錢合理，五貨滿意，就會引批上漲出價，表現來嘟嘟做到嘅海產。喺呢個來自新竹竹東嘅長台子，已經按上班前多年。香港啊，唔食啊，我媽媽喺我食當生前，我講媽媽，個骨頭當多嘅兩百一些，所以說人生的變化都難講啊。你看我在買當生前啊，你哦，幾乎我們都吃過了。可能從細冇大海船，又或者係跳擺唔好食魚。長台子講，根本強壯係客家人嘅老公，來中南強下賣魚過後，讓開始好食魚，韓國見來見好食。不過看下過去，微微細細嘅澎賣魚市場地圖，差唔多係南門人為主嘅情況下，一下自家做賣魚事業嘅機，感覺唔會煩惱，對競爭地圖會是虧。開始嗰下會緊張啊，但是熟能生巧啊。家下會這樣嘛嘅，怕被男人欺負啊，黑美剛好，我都是卡小美做的，冇一天愛弄黑美啦。哦，只是說要看那個喊價的那個人眼睛利不利啦。像我們女孩子比較矮啊，看不到啊。像我們就用，像我剛剛有的就舉手啊，對不對？因為長期在做出色嘅海港做條路，長台子講笑講，自家一下比南門人還要強南門人，已經完全融入五市場澎賣。另外，轉到順頭界賣魚蔬菜，講好攞集體人客少界魚，強用輕鬆簡單。來頭家係啥？係吧？來啊，看啊，看係啥？有啊，黑啊，白白啊。小姐還要什麼？海水賣魚，因為要拿擺次，是愛澎賣嘅時間，假使做到嘟嘟好，嗰家3萬賣，生意都喊唔為難。長台子唯一做唔得接受嘅，就係人客係講看唔識幾個魚。因為我們這龍鳳漁港啊，是薄利多銷，是
供应买的啦，所以我们是一包已经传400公斤呢，啊，所以假如说客人很会出价的话，我们以摸聊天为原则，不是蹦机啦。但是有一点我是很忌讳的是说，我的鱼啊很新鲜，你讲不新鲜我会骂你啦，这是我最忌讳的地方。今天的鱼不错啊，这个要天气不好才有。天气不好才有。那很少有哦。不是。除了要面对各种宴客，对鱼讲卖鱼儿虽然有次次好处，不过因为鱼酸当日出海，鱼货量冇办法控制，系讲鱼儿重少也系跌倒，就考验卖鱼嘅技巧咧。送你3包，爱不？好吧。好啦，3包好不好？因为我系卖档次的鱼啦伤心卖唔出去啊所以弄嗰种嘅聊天卖帮人宴客再可以补新的啦。因为我系想讲买次次唔会帮宴客，一道冇新鲜的啦。干面聊天没有维持好名声，长台子唯独系会得到宴客信任。还从头听小阿妹卖鱼儿，一下对科技公司上班嘅来儿就讲，对鱼讲卖鱼儿感觉真紧，情冇强融。其实在这边拍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一个，你可以欣赏到砍鱼的过程，而且那种感觉是非常跟在菜市场是不一样的。那种砍鱼，你看哦，这种鱼，每个鱼贩为了自己想要的鱼，然后而拼命的加价。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来这边的话，可以跟客人有些互动，有很多客人，因为大部分客人他是不了解鱼的好不好吃，它该怎么煮，还有它的种类是什么，它叫什么名称，其实我们都可以跟客人一一介绍，还有跟他讲说怎么烹饪的方式会是最好的。老板呢？今天鱼很新鲜啊。抓这个海鳗鱼啊。对，还有现捞的白鲳。白鲳，还有卵汁也现捞的。哦，不错。就因为用亲切感卖鱼儿，除了普通卖嘅人，为了服务潮圈餐厅业者，梁子爱卖窗头去查送鱼儿。当然，也到中心宴客也非常满意。它是最大好处就是说，它当天的渔获，就是说它每天的渔获不一样，而且每天的渔获都很惊奇，而且每天的渔获，比如说像今天做到的这种软丝它刚刚起来这样子有没有？它还是活体的，活体它可以做生鱼片。一般的话，我们如果在市区的餐厅，这个是可能没办法的。东西吃住，青菜煮就好食，系啦，唔是表面素盐乜嘅，最严重的些呢。料理现做嘅次次海鲜，海港笋嘅餐厅自然受到宴客欢迎。对卖家来讲，两片都有好处。不过对长台子呢种鱼商来讲，要做得长期维持鱼嘅品质和数量，该天出要有很多用心和方法。为代本自家卖嘅鱼维持天作嘅水准和个数量，长台直播客人从头为天然选鱼，天然做鱼嘅人来外海关心鱼嘅情形，但人人看得出去嘅贵片有一只动态嘅田字名，嗰就是长台自己度最重要嘅鱼场。想了解当日外卖嘅鱼儿品质和数量变化，最好办法就是亲身出来到外海看看做鱼儿作业，尤其特别名额一拉上来，看到很多有配有酱嘅鱼儿，强下来嘅长台子来儿，当然很难放心。我们出来看，这第一个就是我们想说，第一个可以掌握那个第一时间，我们可以掌握鱼。有什么鱼可以让我们可以供给我们。第二个就是说，它这些鱼，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先那个拿给先那个打电话先给客人，我们说一些熟悉的客人或是一些餐厅，他可以跟我们拿鱼，我们可以先赶快就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打电话给客人，然后让他知道说今天有什么鱼新鲜的鱼上来的。
嘟嘟长留下来嘅鹅，喊得个别别跳，公众仍然就眼皮分类冷冻，将鱼虾保持伫最好线图。另外，中式或者母爱嘅鹅，没有实实得转移海钓度，大家是系冇喊沏茶。金钟它属于是天然的，就是它在海中设置一个很大的类似像迷宫的地方，然后就是使鱼它自然的游进去，对，让鱼游不出来。它通常是只有台风天的时候才有那个才没有停止那个捕捞而已。大部分其实365天基本上是天天都会出来的。好，有，好。片通就会加千万做嘅田志명是爱提点嘟嘟好，365日当日都做得做到各种鱼类，对鱼面也系消费者都唔会难。从呢条行得看到嘅超级台热上风感。眼皮就穿烫入闸，爱卖起来。但是昂干它本身很肥，所以说它的油分很够，沙西米的顶级的沙西米。比较好嘞。夜店中嘅中鱼种入过后，鱼船实实前进，大年黏黏嘅鱼货，日台上现做嘅鱼。让眼皮为送到码头准备澎卖，含冲条全场天然，唔将出海新穿辛苦嘅长台子留来儿，对卖鹅俩红事业食材有老百用心，普通人情难想象。是像妈妈平常凌晨差不多3点多就要起来去新竹渔会批鱼，然后加上其实你看冬天的话天气非常冷，加上还有。那个下雨天，你看，其实像下雨天下很大雨，其实一样，我们都照样来这边卖。然后从早上3点多，因为早上有市场嘛，早上市场卖完之后，然后接着又来这边卖，下午来这个龙凤渔港卖鱼，然后大概收完大概要可以休息的时候，大概已经是晚上差不多8点多左右。比披萨较早做条路，比披萨较暗下班。当日当建中先标鱼，讲卖鱼。热天运受太热头，寒流唔让人做鱼吃鱼。顶讲卖最刺嘅海鲜，又苦又甜。不过也仅仅是有长台子记得，长做得确实体验出，一种需要动态耐力嘅鱼供应性。